位朋友，歡迎返到嚟 Globus。喺投資界浩瀚無人嘅星河之中，有粒星顯得特別璀璨，但又冷靜到近乎冷酷。佢就係啱啱離開我哋冇幾耐，享年99歲嘅傳奇智者查理芒格。呢位被譽為行走百科全書嘅老行尊，用咗差唔多成個世紀嘅光陰，洞若觀火，睇透世情同人性。佢生前留俾世人最發人深省，甚至可以話令人覺得心寒嘅觀察，並唔係關於社會底層嘅貧窮掙扎，因為貧窮有時係際遇嘅無奈，係命運嘅撥弄。真正令呢位老人家感嘅唏噓，甚至不惜大聲疾呼去警醒世人嘅，係嗰班表面風光、自以為係社會棟樑嘅中產階級，原來窮盡一生都只係演緊一場叫做蝦王嘅荒誕悲劇。好啦，咁我哋就一齊深入了解一下，一齊嚟 Glow。芒格喺佢漫長人生入面，見過成千上萬聰明絕頂、勤力過牛、受過頂級精英教育嘅人，無論係救死扶傷嘅名醫、口若懸河嘅大狀、精密運算嘅工程師，定係掌管跨國企業嘅高層管理人員。呢班人喺自己專業領域裏面精明到不得了，智商爆棚，年薪閒閒地幾十萬甚至過百萬美金。照道理講，按常理推斷，呢班人應該係人生贏家，應該富到漏油，晚年無憂先係。但現實往往係最無情、最諷刺嘅黑色幽默。當呢班精英去到65歲，頭髮花白，準備退休嘆世界嘅時候，打開佢哋銀行戶口一睇，竟然係空寥寥，甚至仲孭住一身債，要靠政府嗰份微薄到喊嘅養老金或者仔女嘅接濟嚟度日。點解會搞成咁？呢個係困擾無數家庭嘅謎題。芒格一針見血咁指出，死因並唔係佢哋唔夠搏殺，亦唔係佢哋運氣太差，而係一個更深層次嘅文明陷阱。佢哋一生都喺度不知疲倦，甚至興高采烈咁買入一種叫做偽資產嘅怪獸。佢哋以為自己係積累緊財富，其實係積累緊未來嘅賬單。佢哋以為自己係精明投資，其實係主動伸個頭出嚟俾金融機構當韭菜割。呢9成9嘅中產精英都跌入咗一個由金融大鱷、消費主義洗腦廣告同埋社會約定俗成嘅所謂傳統智慧共同編織出嚟嘅彌天大謊。呢個謊言太過龐大、太過華麗，以至於身在其中嘅人根本意識唔到自己其實係獵物。今日我哋就嘗試借用芒格嗰雙睇透世情嘅智慧之眼，好似剝洋蔥咁，一層一層剝開呢個現代社會嘅財富騙局，去審視呢5種被芒格視為死都唔掂，但大眾卻趨之若鶩嘅偽資產。呢唔單止係一堂投資課，更加係一場關於現代人生存困境嘅深度批判，一場關於點樣奪回人生主導權嘅哲學對談。喺進入戲肉之前，我哋要先搞清楚芒格口中最 fundamental、最基礎嘅概念。呢個係俾商學院嗰班教授搞到鬼死咁複雜，用一大堆數學模型去包裝，但其實簡單到只有小學程度嘅道理。到底咩先叫做資產？如果你行入中環或者華爾街，嗰啲着住名牌西裝、戴住金絲眼鏡嘅金融精英，會俾你一張花碌碌嘅資產負債表睇，指住上面話你知，你住緊嗰層樓係資產，你揸緊嗰架車係資產，你老婆個限量版手袋係資產，甚至你屋企嗰套高級音響都係資產。喺芒格眼中，嗰啲全部係呃鬼食豆腐嘅迷魂湯，係用嚟氹你開心，等你覺得自己好有錢，從而繼續消費嘅幻覺。芒格嘅定義，或者講真正富人心照不宣嘅定義，簡單粗暴得令人髮指。真正嘅資產係嗰啲能夠將錢塞入你袋嘅嘢，無論你返唔返工，無論你去旅行定係瞓喺床度瞓覺，佢都日夜不停、盡忠職守咁為你產出現金流，好似源源不絕嘅股息、利息、租金，佢係你嘅搖錢樹，係你嘅忠實奴僕。而所謂嘅偽資產，就係嗰啲將錢從你個袋裏面攞走嘅嘢，唔理你覺得佢幾值錢、幾有面、設計幾有品味，只要佢令你每個月都要掏荷包、俾利息，
俾維護費、俾保險、俾管理費，佢就係負債，佢就係偽資產。佢唔係你嘅資產，佢係你嘅債主，係你嘅負累。大部分人嘅悲劇就係將一世人辛苦賺翻嚟嘅血汗錢買咗一堆不斷吸血嘅偽資產，卻自以為擁有咗財富。呢個情景就好似你試圖將水倒入一個浴缸，但你完全唔知道，或者扮睇唔到嗰個浴缸底原來有5個大窿。你搏命返工注水，水喉開到好大，人工好高，睇落去水位好似喺度升，但水永遠都儲唔住，一邊入一邊出。一旦你停手唔做，或者不幸病咗返唔到工，斷咗水源，浴缸即刻乾塘，露出醜陋嘅缸底。呢個就係點解嗰啲所謂專業人士會破產嘅原因。佢哋唔係資產嘅主人，佢哋係資產嘅奴隸。芒格之所以富有，係因為佢極度厭惡偽資產，佢有一種近乎潔癖嘅執着，從來唔會將錢浪費喺嗰啲唔識生錢，只會貶值，仲要貼錢養嘅嘢上。準備好未？等我哋跟住芒格嘅視角，拆穿第一個最昂貴、最容易令中產階級泥足深陷嘅偽資產。第一樣，芒格堅決唔掂，亦希望大家有幾遠避幾遠㗎，可能正正就停喺好多人樓下，每日同你揮手，嗰個就係頻繁更換嘅新車，尤其係嗰啲所謂嘅豪車。呢樣嘢係最難抗拒㗎。因為佢根本冇被當成投資嚟賣俾你，成個社會嘅價值觀都喺度灌輸俾你一個概念，呢個係你成功嘅象子，係你辛苦多年嘅獎賞，係你身份嘅延伸。廣告商日日同你洗腦，用最性感嘅畫面、最煽情嘅音樂話你知，你值得擁有更好。成功人士嘅標配，你隔離鄰舍換咗新車，你同事又換咗新車，你覺得如果你唔換，你就係落伍，就係冇面，就係運得唔好。於是你心一橫，孭住一身債，簽咗份幾年嘅賣身契，買咗架7萬美金嘅新車。你坐入去，聞住嗰陣新車獨有嘅皮味，摸住個軚盤，覺得自己終於人模人樣，係個 somebody。但係喺芒格睇嚟，呢個係財務上最自殺式嘅決定。首先，新車違反咗資產嘅定義，佢唔識生錢，只係會吞錢。更加得人驚嘅係，佢有個致命嘅特性，瞬間貶值。當你將架新車揸出陳列室門口嗰一刻，僅僅係嗰1秒鐘，車龍碰到馬路嗰一下，佢就已經貶值咗1成到2成。你咩都冇做，錢就已經蒸發咗。如果你係借錢買嘅，但就更加係愚不可及。你為咗由一個注定貶值嘅嘢去俾利息，你用緊未來嘅錢去買一個今日就開始縮水嘅資產。喺數學上嚟講，呢個係雙重打擊，係財富嘅凌遲，仲係一個無底深潭。佢伴隨住昂貴嘅保險、定期嘅保養、食油怪咁嘅油耗，嗰個零件壞咗，維修費貴到嚇死你。呢啲全部都係從你個袋入邊源源不絕流出嘅現金流，好似割開咗你條大動脈咁。但係最恐怖嘅隱形殺手係機會成本。芒格經常計呢筆數，假設你每5年換一架價值5萬美金嘅新車，你覺得你只係花咗5萬蚊，錯晒。如果你唔買呢架車，而係壓抑住嗰種虛榮心，買架可靠嘅二手車，譬如花1萬蚊，將省翻落嚟嗰4萬蚊投資喺標普500指數基金度，按歷史平均年回報10厘計，30年後呢筆錢會變成70萬美金。嗰一架車實際上花咗你未來嘅70萬。呢70萬本來可以係你嘅退休金，係你子女嘅教育基金，係你贖身嘅資本，係你對老闆講唔嘅底氣。如果你呢輩子換咗5次車呢？為咗嗰個虛榮嘅鐵皮殼，你實際上燒咗幾百萬美金嘅財富。呢個就係中產階級點解永遠儲唔到錢嘅根本原因。佢哋賺到錢，然後通過買車呢個巨大嘅漏斗，將錢輸送俾汽車製造商，輸送俾銀行，輸送俾保險公司。佢哋將自己變成咗財富嘅過路財神。芒格眼中嘅世界有2種人，一種人想睇落去好有錢，揸豪車戴名錶，但戶口空空，一有風浪就翻船。另一種人想真正富有，揸普通車住普通樓，但擁有大量股票企業，擁有真正自由，所以想發達第一步就係戒咗對車嘅執念。第二樣俾芒格視為中產財富殺手嘅，
係結構複雜嘅人壽保險，即係終身壽險、萬能壽險、分紅保單，所有嗰啲聲稱可以有病醫病、冇病儲錢，甚至話可以富過3代嘅複雜產品。呢個係90%家庭都會踩嘅坑，亦都係保險經紀賴以生存、買豪宅、買遊艇嘅金飯碗。推銷話術簡直無懈可擊，既有保障又能增值，強制儲蓄兼免稅，聽起嚟好似天上跌落嚟嘅餡餅。但係芒格會話你知，呢個係糖衣毒藥。保險嘅本質係轉移風險，係一種消費；投資嘅本質係創造財富，係增值。將兩樣性質完全相反嘅嘢溝埋一齊，就好似買架既可以當車揸，又可以當船開嘅水陸兩用車。結果通常係佢喺馬路跑唔快，喺水裏又浮唔穩，兩頭唔到岸，而且價錢比你分開買架法拉利加手遊艇仲要貴。經紀永遠唔會話你知一個核心秘密，你俾嘅第1年保費有一半甚至全部都直接入咗經紀個袋變成佣金。你以為自己喺度投資，其實本金即刻俾人攞走咗一半。你嗰個所謂嘅現金價值戶口，頭幾年幾乎係0，喺之後嗰10幾年，保險公司扣除咗高昂嘅管理費、行政費、死亡成本同公司利潤之後，先慢慢將你保費嘅一丁點劃入去投資。呢個好似孭住50斤米去賽跑，點跑都唔會快。芒格舉過一個例子，有人38歲開始供終身壽險，年供5000，供足30年，總共供咗15萬本金。退休時戶口有幾多錢？唔到17萬，30年時間增長唔到2萬蚊，連通脹都跑唔贏，購買力大幅縮水。呢個就係偽資產嘅特質，佢承諾俾你美好嘅未來，卻喺背後偷偷食咗你嘅現狀。如果當初醒水，買份幾百蚊嘅定期壽險，純保障，將省翻落嚟嗰4000幾蚊投落指數基金，30年後擁有嘅係接近90萬美金，17萬同90萬嘅差距去咗邊？變成咗保險公司嘅摩天大廈同經紀嘅勞力士，呢個係一次巨大嘅財富轉移。所以芒格教路，保障歸保障，買定期，投資歸投資，買股票千祈唔好溝埋一齊做瀨尿牛丸。第3樣芒格堅決唔掂嘅係黃金同加密貨幣。呢類資產睇落去金光閃閃，被視為避險甚至全家寶，但係喺芒格眼中，佢哋係非生產性資產，係一塊寵物石。好多人會反駁話黃金係硬通貨，比特幣係未來貨幣。但係芒格指出，佢哋唔會產出任何嘢。你買塊田，就算唔賣，每年都有粟米收；你買間好公司，每季都有息派。但係如果你買1安士黃金或者1粒比特幣，鎖入保險箱100年，佢依然係嗰一塊，唔識生仔，唔會派息，仲要俾保管費。呢個意味住你買佢哋嘅唯一理由係賭將來有另一個比你更傻、更瘋狂嘅人，肯用更高價接你手上嘅火棒，呢個叫博傻遊戲。雖則話黃金抗通脹，但係拉長100年睇，回報遠輸生產性資產，例如股市。因為黃金冇複利效應，只係被動跟住貨幣貶值升值，企業卻能夠創新、擴張、創造指數級增長。至於加密貨幣，芒格更加係毫不留情面，稱之為老鼠藥，冇內在價值。非貨幣買唔到餸，非商品冇工業用途，純粹係歇斯底里情緒下由代碼炒出嚟嘅賭場籌碼。後生仔想一夜暴富梭哈炒幣，潮水退去只剩一頸血。真正嘅富人靠擁有企業致富。福布斯榜冇人靠地牢藏金發達。第4個偽資產更加隱蔽高級，由嗰啲着住名牌西裝嘅金融精英推銷。收費高昂嘅主動管理型基金同各種包裝精美嘅理財產品，大眾以為將錢交俾專業人士打理最明智，佢哋有博士學位同超級電腦，呢個正正係金融中心想你相信嘅謊言。芒格認為呢個係偽資產，因為佢哋透過一條叫做管理費嘅粗飲管靜悄悄吸乾你。簡單計數，基金年收2%管理費，聽起嚟好少。但係福利係雙向㗎，
如果你持有30年，呢2%嘅費用最終會食咗你總回報嘅接近50%。你承擔風險，儲本金，基金經理無論表現如何都搵攞你一半身家，簡直係合法搶劫。數據顯示，拉長睇90%基金經理跑輸大市，因為佢哋太聰明、太自信，頻繁交易導致高昂成本，而且利益同你唔一致。佢哋想做大資產規模收費，而唔係幫你發達。呢個就係經典故事。客戶只見到銀行家嘅遊艇，因為客戶嘅錢變成咗嗰啲遊艇，所以承認贏唔到大市，買入整個市場。指數基金將嗰2%嘅吸血鬼趕走先係正路。最後一個偽資產睇落去最安全最穩陣，實則係溫水煮蛙，殺你於無形。呢個就係長期債券以及過度囤積現金。保守派信奉現金為王，名義上冇風險，政府一定會還錢，但係喺實際價值上，佢哋係財富毀滅者。芒格稱之為有保障嘅貧困。因為有2個隱形賊仔日夜偷你錢，一個叫做通脹，一個叫做稅收。假設債券有4厘息，但係通脹3厘，即係你實際得返1厘，再扣埋稅，你嘅實際回報可能係負數。你以為賺緊錢，其實購買力縮緊水。呢個好似喺逆向扶手電梯上面跑得辛苦，以為原地踏步，一停就倒退。真正嘅風險唔係價格波動，今日跌聽日升，係購買力永久喪失。今日買到牛排，聽日只買到麵包。芒格極少持長債或者囤大量現金，除非等撈底。持債係賭未來變差，悲觀持股係賭未來變好。樂觀歷史證明，樂觀者永遠係贏家。講到呢度，既然呢5樣嘢，豪車、複雜保險、黃金加密幣、主動基金、長期債券都係偽資產，都係坑淡，我哋應該買咩？芒格嘅答案簡單到無聊，甚至有啲老土。真正嘅財富只收埋喺一個地方，生產性資產。最典型、最容易接觸嘅就係優秀企業嘅股權、股票。記住，買股票唔係買張紙，唔係買個代碼，係買生意嘅擁有權。你買咗可口可樂，你唔使返工，間公司幾萬個員工朝早起身就喺度為你搏殺，為你賣汽水。我持有可口可樂，全世界日日有人飲，我就賺錢。即使我喺度瞓覺，錢都喺度流入嚟。呢個係共贏遊戲，係資本主義最美妙嘅地方。好多人唔敢買股票，係因為缺乏老闆思維，當自己係賭徒，股價跌1成即刻驚，覺得身家少咗。如果你係老闆，間鋪今日少2個人客，你會唔會半價賣盤？唔會嘛？你只會諗，既然間鋪仲係賺錢，而家平咗，不如趁平買多啲股份。除咗股票，另一種可以接受嘅係有正向現金流嘅收租樓。記住係正向，租金要蓋過供樓、管理費、差餉同雜費，每個月真係有錢落袋嗰種。如果要你每個月貼錢供，期望層樓將來升值，就係賭博，係負債，唔係資產。但係可惜喺現今大多數城市樓價高企，正向現金流嘅樓已經好難揾，所以對於普通人最簡單高效、門檻最低嘅依然係股票市場嘅指數基金。買入標普500，即係買入美國最強500間公司嘅生產力，等蘋果、微軟、亞馬遜最聰明嘅腦袋為你打工。你唔需要做任何事，唔需要盯盤，唔需要分析財報，唔需要預測經濟。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極度耐心咁持有，等時間做你嘅朋友，等福利做你嘅奴隸，將你喺偽資產上浪費嗰啲錢，換車嘅錢、買保險嘅錢、囤黃金嘅錢，全部投入喺呢度。哪怕每個月只有幾千蚊，只要你堅持落去10年、20年、30年，你會驚訝咁發現嗰個雪球會滾到幾大。你唔需要一夜暴富，你只需要慢慢地、穩穩地變富。呢個就係真正嘅投資之道。佢唔性感、唔刺激，甚至有點枯燥，但係佢有效。佢能夠令你喺瞓覺嘅時候，財富依然喺度增長。佢能夠令你喺退休嘅時候擁有真正嘅尊嚴同自由。
最後，芒格俾出咗呢個世紀智慧嘅終極總結，亦都係一種生活哲學致富嘅秘訣，唔在於加法，而在於減法。大多數人嘅人生不斷做加法，要更加多嘅車、更加大嘅屋、更加複雜嘅理財產品、更加光鮮嘅頭銜。佢哋以為擁有得越多就越幸福，但係事實恰恰相反。你擁有嘅每一個偽資產都係你背上嘅一塊大石。嗰架豪車需要你維護份，保險需要你供養，嗰啲複雜嘅基金需要你操心。佢哋唔單止吸乾你嘅金錢，更加吸乾你嘅精力，吸乾你嘅自由。為咗維持呢種所謂嘅體面，去忍受一份你討厭嘅工作，去討好你唔中意嘅老闆，犧牲陪伴屋企人嘅時間。你以為你擁有咗資產，其實係資產擁有咗你，你成為咗物質嘅囚徒。芒格呢輩仔最自豪嘅唔係佢賺咗幾多錢，而係佢擁有幾大嘅自由。佢從來唔借錢，所以唔需要睇銀行嘅臉色。佢唔買嗰啲複雜嘅偽資產，所以唔需要盯住個盤面焦慮。佢過住簡單嘅生活，所以唔需要為咗維持開銷而折腰。呢種自由係任何豪車、任何名錶都換唔返㗎。所以如果你真係想變富，想奪返人生嘅主導權，從今日開始，請運用芒格嘅反轉思維，唔好諗點樣賺錢，先諗下點樣停止蝕錢。返到屋企，審視你嘅資產負債表，好似個外科醫生啖精準啖切除病灶，將嗰架吞噬你現金流嘅豪車賣咗佢，換一架可靠嘅代步車。唔好理會鄰舍嘅目光，佢哋嘅讚賞唔能夠幫你找數。停咗份吸血嘅終身壽險，換成平嘅定期壽險，將保障同投資分開。賣咗嗰啲令你瞓唔着覺嘅黃金同埋比特幣，唔好再發夢一夜暴富。贖翻嗰啲收費昂貴嘅主動基金，唔好再養肥金融吸血鬼。將呢啲偽資產通通清理出去，你會感到一陣前所未有嘅輕鬆，好似放低咗千斤重擔。就好似一個遇溺嘅人終於掟甩咗身上嘅懸塊，浮出咗水面，吸到咗第一啖新鮮空氣，然後將呢啲省翻落嚟嘅錢，呢股巨大嘅能量，全部注入到真正嘅生產性資產入面。喺呢個過程入面，你會感到孤獨。當你周圍嘅人喺度炫耀新車嘅時候，你喺度開舊車；當佢哋喺度講緊比特幣暴漲嘅時候，你喺度默默膽定投指數基金。佢哋會覺得你傻，覺得你跟唔上時代，覺得你係個老土嘅孤寒鬼。呢個需要極大嘅心理定力，需要一種對抗世俗眼光嘅勇氣。但係請記住，你係嗰個清醒嘅人，你喺度起緊一座石頭屋，而佢哋喺度搭緊一座紙牌屋。當風暴嚟臨，當經濟衰退，當泡沫破裂嘅時候，信我，佢一定會嚟㗎。呢個係經濟週期嘅必然。你會見到佢哋嘅紙牌屋轟然倒塌，見到佢哋喺債務嘅泥沼入面掙扎，而你會坐喺你嘅石頭屋入邊安然無恙，甚至更加富有，笑看風雲。嗰陣時，你會明白今日嘅決定有幾重要。財富嘅盡頭唔係奢華，唔係燈紅酒綠，而係寧靜。真正嘅富有唔係你擁有多少顯眼嘅嘢，而係你擁有多少唔俾人掌控嘅時間，同埋你瞓覺嗰陣嗰種踏實嘅安全感。呢個就係查理芒格呢位智慧老人家留俾我哋嘅最後一堂課，唔係關於選股嘅技術，而係關於生活嘅藝術。希望呢啲教訓能夠令你少走幾十年嘅冤枉路，睇穿呢個光怪陸離世界嘅本質。從今日開始做減法，買真資產，享受你自由嘅人生。今日分享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有用，記得分享俾屋企人、朋友、同事、鄰居。好啦，再提提大家，記得點讚、訂閱同埋 Like、Share and Subscribe，同埋留言討論。下次再見啦，拜拜。